嫂子，你就试试，这万一要是成了呢？等老王的病治好了以后，你这大胖娃娃不就想抱几个抱几个了吗？怎么，真当老娘我是随便的人啊？想调戏嫂子，不怕老王回来打断你的腿啊？不是，那个，哎。什么呀？手厥阴心包经，气滞于天池，任脉虚寒，身具关元。每月月信前3日，你小腹寒如冰坠，痛如刀绞，可对？你怎么会知道？这事儿连老王都不知。子午流注，有时肾经当令。此时你腰眼深处酸胀如万蚁啃噬，痛入骨髓，可对？神了，真神了！哇，明哥，连我这傍晚要命的腰疼都让你给说准了，位置也是分毫不差。这事儿原来老王都不知道。太阴、少阴、厥阴，3阴交汇之地，气血板结，硬如顽石。包公之内，10年寒凝血瘀，已成冰窟，生机断绝。嫂子，今夜若允我施针破局，问题一定会解决。有东西啊！我好热啊！有东西在肚子里面窜，像火烧。我就问你服不服？我服了，我真服了。明哥出手，神针出鞘，气定神闲，你不得好请我们凑一顿？小伙子，扎，随便扎，往死里扎，只要能成，我跟你说，嫂子给你们烤10串羊腰子，哦不，烤20串，好不好？啊，嫂子，腰子就不必了，您不如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我给您施针推拿呢。走，马上走。姐，我用金针刺激你的百会、神庭、印堂，强行提神醒脑，会很痛。你千万不要忍着。百会，通阳醒脑。起来，二小姐，怎么办？安详怎么会这么乱？小琪，快去打电话，快去！好，姐，喂，姐，你别吓我，姐。嫂子，寒凝血瘀深重，需要全身施针，过程若有不便，你别多想，医者眼中无男女。嫂子信你，100个信。放心，嫂子是过来人，什么阵仗我没见过呀。只要你能治好我，别有负担就行啊。对呀，明哥，嫂子大气，我给你打下手，我给你递针，给嫂子擦汗，不行，我帮你按住嫂子也行。你出门从外面把门关上就行。哦，对了，明哥，我就候在外面，你有事千万记得叫我啊，哎，一定要叫我。算了，我还是看一下明哥，万一他要我帮忙呢？嫂子，背对着我，把衣服脱掉，趴在床上即可。好。
嫂子，转过来吧，该正面施针了。哇，这也行？你怎么是蒙着眼睛给我扎的？这怎么行呢？这要是扎不准的话，这可是要人命的呀！这真的是神了，我真的是彻底服了。不过弟弟，你要不把带子摘了下针吧？看着下针，嫂子心里踏实。不用了，嫂子，继续吧。弟弟真是正直。不过，你要是真下不准的话，按着嫂子的穴位扎也不是不行。嫂子信你哦。先生不在，你明儿再来吧。惠子小姐，等不到明天了。我知道苏总之前有失礼数，但现在是在救命啊！你是不是有他的联系方式？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也可以啊。我确实没有先生的私人联系方式，即便有，先生行事也自有他的道理。苏小姐既然不相信先生，那为何此时又来相求呢？你就笃定先生会救他？我是习武之人，这种感觉不会错的。面对先生，我就好像看到了高山深海，感觉自己渺小的如同尘埃一般，这种压迫感太强了。是吗？你觉得渺小，是因为你根本不懂他。当你了解他，你会发现，你此刻觉得渺小，只不过沧海一粟。你会真正的明白，什么是真正的仰望星空，自惭形秽。能让心高气傲的你说出这种话，他究竟强到了什么地步？真龙终有横空时，前渊只为惊天变。待他一朝腾云起，一夜成名天下知。那我可以在这里等他吗？不管多晚。请便，茶水自举。弟弟神了！我现在感觉全身通体舒畅，像卸了一块压了10年的石头，感觉浑身暖洋洋的，精神头从来没这么好过。哎，我这不孕的毛病是不是治好了呀？嫂子，你寒瘀虽破，但是腰腹劳损实在是严重，我再帮您推拿过血，这样孕期的时候就可以气血通畅，母子平安，能少受些辛苦。那就麻烦你了。阿姨，嫂子，推拿不用宽衣。哦，在这儿趴下吧。哎，啥东西这么好看？我看看。哎呀，是我老婆！哎呀，我的妈！你给老子做了什么？啊！你小子是我老婆还想打我？你该给我放开！我跟你没完！想抱娃就别喊了。抱娃抱什么娃呀？你个龟孩子！怎么？难道你还想给老子现场表演戴绿帽子吗？给我放开！说什么呢？我能治疗你的不举。不举？你才不举呢！好啊，你这个臭婆娘，你连这个都跟小白脸说了？你疯够了没有啊？满嘴喷粪！无名弟弟是神医呀，他刚才在给我施针呢。他能帮助我们生孩子，有自己的亲生的孩子。难道把我当傻子吗？我花了多少钱，找了多少名医，吃了多少猛药都不行。我现在觉得我心里都有问题。我一跟你上床我就没有自信，刚吃药的时候我还觉得有效果，现在跟一滩死水似的。没有自信，怕不成功。想要自信，好啊，我给你。别吹牛了，我行不行我自己清楚。给我放开，否则我跟你没完。胖子，去门口，别让人进来。小心啊！老子跟你没完！肾俞点火通命门，经关重启气自沉。
开！八辽开合如闸蟹，龙虎交汇任督接，慧阳双针定沧海，用拳踏破九重天，真阳道贯入丹田。哇，老公，你站起来了！我觉得我强的可怕，我能打穿地球。好厉害！无名弟弟，大恩大德，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。但是现在我要做人生中一件大事，先走，先走，先走。好，来，关门，关门，关门。老公，老婆，我等不及了。明哥，你看，新闻爆炸新闻，国民女神蒋菲菲超级巨星重金悬赏救母，天价啊！我从小和妈妈相依为命，她是我生命里唯一的依靠，也是我奋斗的全部意义。只要有人能救我的母亲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，任何。哎，明哥，你要是能医好蒋菲菲的母亲，然后让她来帮我们中华道医馆站个台，那我们不得名震曼城，风靡全球？而且明哥，他说愿意付出任何代价，任何，你知道这任何代表了什么吗？你想不想要蒋菲菲这样的巨星弟妹啊？要治好他母亲的病，这根还在蒋菲菲自己身上。哎，这上面有他经纪人电话，机不可失。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也对，这蒋菲菲的粉丝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人给淹死，这他一公布电话，电话肯定被人打爆了呀！哎呀，这白高兴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忙点正事吧。明天还要去你女朋友家登门拜访，你不得准备点像样的礼物去拜见你丈母娘和老丈人呢？拿出你全部的积蓄，全力以赴，给他们留个好印象。明哥，你放心，我肯定全力以赴，给我老丈人和丈母娘一个下马威。不对，是好好表现。嚯，冲破地球！明哥，我这手里还是有点存款的，等我先请你好好凑一顿。行啊，你看。账户余额86，你管这叫有存款？你这是破釜沉舟还是自取其辱啊？明哥，我这不好几个月没送外卖了吗？之前存款都吃完了。你这样的谁敢把闺女嫁你啊？不祸害人吗？明哥，你可不能不管我啊！我保证，接下来的日子我一定发愤图强，悬梁刺股，不惧辛苦，把咱们医馆的钱管得鼓鼓囊囊的。可现在我身无分文，我总不能空着手去吧？明哥，这次你得帮我啊！哎，罢了，你这人命里没财运，就这一回啊。前卫生门隐于对，财星落坎逢青龙。西北方向2-3里，水火既济局中藏。哎，明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姐儿赢了钱，我带你买包去啊。好嘞，哥。明哥，你这是要带我发家致富啊！别废话，走。嘿，美女，借几个筹码玩玩。保安，有人闹事。哎，误会。哎，我这3000多的电动车能换几个？
个筹码算我借给你的，不过你得还我10个筹码，不然你的电动车就归我了。你这不是打我小电驴的主意吗？哦，这边左转，稍二。10个就10个，走。明哥，来，一起走。我先去转转。前攻白虎衔金头，对尾贪狼吞灭钩，离火焚尽百家楼，坎水沉浮如潭石，震雾参天排九列，旋风卷色老虎头，坤土生金头中定，艮山压住百家丑。各位，请下注。在美女旁边，桃花旺，肯定行。哎，战战，一步不许动。此地坤土生金，稳中求胜。哎，明哥，我下几点啊？坤位后中，随便下，小注亦可博打。行，搏一搏。摩的变兰博，就压17点，吉利。小伙子，新来的吧？懂不懂这些？你知道这17点有多难出吗？这玩一晚上能出1把，都算祖坟上烧高香了。这钱打水漂听响了啊！拿回去吧，哥们儿，听句劝，赶紧换吧。压大小多好呀，就这，你纯属给庄家送温暖呢。这，明哥，要不换一个？哎，买定离手，落地生根，赌场规矩你不懂啊？下。可是，这位老板，你决定好了没有？大家可都等着开注呢。磨叽啥呀？赶紧开，让这个愣头青啊交点学费。哎呀，开！哎，就压17点，有明哥在，富贵险中求，开！呀！哎，真是17点，不是真是17点。嘿，我说你的运气也太好了吧！哥在运气这方面从来都没输过。明哥，我觉得现在强的可怕。各位，请下注。哎，明哥，这下一把该压什么？站到那个女孩边上，随便下。咱们这把压什么呀？哎，这把我压去，一定是小。你说咱们压什么？行，我跟你。干什么？这个黄色适合你。嘿嘿嘿。那好吧。不是，又压了这么，你这是一次比一次狂啊！你知道这豹子有多难出吗？可比那17点难好多倍啊！哥的钱，哥做主。哼，梭哈。你梭哈？不知道你是傻呢，还是傻？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就叫大展宏图。这把要是出豹子，我的筹码全给你。哎，说话算数啊！当然啊，这么多人在这儿当见证人呢，你还怕我来账吗？要是没出，你围着这个桌子爬2圈。行，接了。我想看。行，美女，你要不跟我一起梭哈？这万一要是中了呢？行，看你这么豪气，那我就跟你下一丢丢吧。哎呦，美女，你这是看到帅哥腿软了？小心点，别碰到了桌子。哥哥心疼。哎呀，别磨叽了，赶紧开吧，老子要他撞桌子。行，我现在开。我去！这都能行？我去！你看到吗？豹子啊！
走了。天哪，哥哥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你运气也太好了。天哪，好开心，我发财了耶！这对我来说洒水啦。哎，不过你说的不对，那边还有一队呢。我凭什么？我只让你存2回，大不了我存4回。我的筹码我不能给你。这人还跑了，玩不起。哎，这人耍赖，你们赌场管不管？这位先生，这是你们自己的私事儿，自己解决。你的筹码。嚯，算了，让他走吧，别耽误我赢钱。好了，快走吧。明哥，那还有一堆呢。走。这时间也晚了，走了，该回家了。别呀，帅哥，我们要不晚点喝2杯吧？都去哪？给个方向嘛，我的。喝我就不喝了，但我请你喝。今晚要起飞了。1000钱。就几分钟也要这么多啊？给你的。好的。大气。明哥，哎，帅哥，你的车钥匙。我给你钱。好骗。没点正形。走。骑慢点啊！踩了。哎，明哥，咱们一会儿就去买辆20万的车，不，30万。明天就停到他们家门口，亮瞎他们的狗眼。剩下的钱，咱们全买奢侈品，再买一块 Rolex， 就往那桌上咣当一放。你说他同不同意我跟品如这桩婚礼？物质堆砌能换来真心啊？不过是沙上筑塔，风过吉他，懂不懂？懂，当然懂。像明哥你就是无价之宝，坐正中央，不动如山，世间万物在你眼里都是浮云，对不对？吴先生，哎，这位美丽又冒失的小粉丝，别激动，有什么事你冲我来，胖爷帮你解决，别打扰了我的无价之宝。我靠！吴先生，苏总现在的情况非常危急，只有你能救他，求你了。救他？让我治好他，让他继续颐指气使，甚至威胁我。我看起来像是很闲或者很圣母吗？对呀，明哥，那碧山美人救了也是祸害，咱们要闭嘴！吴先生，之前是苏总跟你有误会，只要你肯出手相救，误会一定会解开的。而且我们苏家也不是忘恩负义之人，酬金您开个价。姑娘，你这是在道德绑架我呀？如果好言相请无用，那小琪就只有得罪了。今日就算是绑，我也要把人绑到苏家去。菲菲姐姐，你终于来了！我姐她又晕倒了。我听说苏爷爷找来了钟南山的神医，他人呢？别提了，什么神医啊，就是个骗子，被我当场戳穿了。骗子？菲菲姐姐，我们明天请了中医界的泰山北斗孙思齐教授来给我姐姐亲自诊治。他老人家德高望重，医术神通，到时候让他也给姨娘看看。孙教授的大名我也有所耳闻，但愿有奇迹吧。我们先去看你姐。走。内外兼修，根基不错，可惜。服不服？不服，再来。现在可服气？对了，想要请动先生，
我教你7字真言。什么真言？先生吃软不吃硬。哎，我可没对你干什么，你哭什么呀？行了行了，别哭了。明天上午来接我。哎呦呦呦，嘿嘿嘿，你这演技，这亨斯卡都欠你一个小金人了。今日之事，你要是敢告诉吴先生半个字，我就让你生不如死。不是，美女，咱们得讲道理，对不对？这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我明哥心善，可是我胖爷也心系苍生啊。咱们心善人不谈钱，只讲缘。这缘分呐，3880元，意思一下。喂，看来跟他没缘分。吴先生，您2位先稍等片刻，我进去里面看看情况。孙教授好像已经到了，你们等我消息再进去，免得节外生枝。好。哇，这也太好了吧！米哥，这就是咱们奋斗的目标啊！等咱们治好那个冰山，教他一遍，咱们也整一套，提高一下生活质量，享受一下人生巅峰。控制评论，重点突出菲姐的孝心和无奈。联系那几个大 V，稿子发我确认。艾米，治疗过程一定要录下来。如果孙教授真有回天之力，那么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我母亲。明白，菲姐。蒋菲菲，真的是你啊！哎，总算见到你了，你可是我的女神啊！菲菲姐，你先上车。哇塞！哎，我终于见到活的了！哎，我能治你母亲的病，钟南山神医，哎，了解一下嘛，给个机会。蒋菲菲，钟南山民歌喂，很厉害的喂，了解一下喂。靠，太冷漠了，踩都不踩我，这种拒人之千里的感觉，我太喜欢了。你们这些狗仔有完没完？这么隐秘的地方都让你们追来了，真是无孔不入。这可是真人啊！保安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这2个捣乱的赶走！再让我看见他们，你们都别干了！听见没？还不赶紧滚蛋！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再看，把你眼珠子挖出来！哎呦，你们这豪门的看门狗吠得挺响啊！啊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钟南山下凡的神医，你胖爷。上一个冒充钟南山下来的腿已经折了，再不走，让你俩今儿爬着出去。住手！琪姐，琪姐，小琪，你可算来了。这2个人要打断我的狗腿，还要我们滚，那我们滚。吴先生是我们苏家的贵客，你们就这样招待客人的吗？道歉。对不起，吴先生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请你原谅。哎，算了，牛马何苦为难牛马呢？你说是不是啊？吴先生，你们先到客厅稍等片刻吧。2小姐请来的专家正在为大小姐诊治。专家？你们请了专家，还请我们来干嘛？我们可不受这种鸟气。我走了。不是，吴先生，我肯定是100%信任您的，但是里面……无妨，只要能救人，谁来都一样。走吧。好，这边请。脉象如滑，如珠走盘，此乃难经所言，
下有雀啄之怪脉呀。更棘守者，天庭晦暗如乌云蔽日，神光涣散似风中残烛，金心包络，受邪气盘踞，致使参魂七魄游，危在旦夕。孙教授，那我姐姐还有的救吗？此症凶险万分，世间医者10之8九束手无策。不过，或许唯有老夫能逆天改命，从阎王手中抢人。孙教授，真的吗？只要你能救我姐，我们苏家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医者仁心，老夫自当尽力。拿针来。请。这是九霄环佩，是苏家高祖姑奶奶的遗物。据说光绪年间，苏家曾祖曾用了半副身家，从恭王府换来了这唐琴，琴内有血迹。据说，明哥，我耳朵快炸了。五阴应五脏，攻阴入脾，本该温厚，此琴却带肃杀之气。琴长36寸6分，向366日，这把琴多了半寸。果然，我从小见这琴几十次，从不知道。验圣术，琴身嵌了镇心铃，五弦调阴阳，弹奏时暗合摄心咒，如宫商变调。苏婉的房间是不是在正位？那边确实是大小姐的卧室。邪祟缠身之者，当用我孙氏秘传绝学神鬼13针。菲菲姐，孙教授真有本事，这位施展神奇的针灸术。此针为第7针大椎穴，需以苍龟探穴秘法，深似3寸6分，引起督脉纯阳之气，直贯髓海，方能撼动邪祟。只是什么？孙教授，你有任何要求尽管提。此针凶险异常，施针者需以自身精血为引，强行催动秘法，损耗自身3年阳寿，方能成功啊！3年阳寿，老师，万万不可呀！您今年已近古稀，人生还能有几个3年？您的3年阳寿可以拯救多少苍生？这代价太大了。教授，我求求你，救救我姐。3年寿命，我苏浅浅愿以自身寿元相抵。只要您可以救我姐姐，我们苏家愿意付出一切代价，求您了。神鬼13针，乃我孙家不传之秘，世间能学者已是凤毛麟角，能施展前5者更是稀世奇才。你就算天赋异禀，没有多年火候，也无法施展这逆天改命之针呐。这老夫今日就试一试。傻姑娘，快起来，老夫今日就豁出去了，一定会尽全力的。苏小姐，您看孙教授为了救神，可以连命都不要，这份医者仁心，天地可见呢。孙教授一直很欣赏你，若是能结下这份善缘，对你以后在中医界的发展也是大有裨益呀。孙教授，你放心，我是懂得感恩之人。悬壶济世，且息甚！神鬼13针，第12针，击破夺魂。
13针，本是鬼神之法，阎罗索命，这是引来了莫可名状之物啊！菲菲姐，神迹啊，真是神迹啊！苏总醒了，孙教授太神了。姐，你怎么样？好些没？芊芊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是孙教授用神鬼13针将你救醒的。苏总，您可算是醒了。孙教授为了救您，折损3年阳寿，施展逆天针法把您救醒。您看他的脸色。无妨，幸不辱命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狗屁的13针啊！你学艺不全，妄动鬼道，引邪入体，害人害己，庸医误人呢。谁让你们闯进苏家的？小琪，把他们赶出去！大小姐，是我请来吴先生的。谁让你自作主张？我担心您的安危啊。小琪，这个不会就是你说的钟南山神医吧？看上去年纪还没我大，根本就是个骗子。这里不欢迎你们2位，请你们出去。哎，你们苏家人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啊！要不是我明哥刚在下面弹了几下那个破琴，那黑我早就把你们给吞噬了。你苏大小姐还能坐在这喘气？做你的春秋大梦去了！胡说八道，妖言惑众。苏总明明是孙教授耗尽心力，折损阳寿救醒的。你们现在来抢功劳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简直就是莫名其妙！赶紧让他们走。小琪，把他们轰出去。大小姐，苏安，你离死不远了。盲目运用鬼门邪针，耗尽了你命源本根，你现在只是回光返照而已。哼，一派胡言！苏总脉象虽虚，但生机已复，何来灭不久矣之说呀？你这黄口小儿是想要哗众取宠，引起苏总注意吗？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3、2，你在装神弄鬼什么？1。大小姐，姐，啊，这不可能啊！起来吧，庸医。守住门口，我要救人，别让任何人进来。是，教授，请吧，别逼我动手。好，好得很。哼，苏小姐，要是有什么3长2短，那就由你来全权负责。咱们走。你们会后悔的，你等着。接下来施针不能有任何人在场，胖子，你也带他出去。走吧。不可以，你休想靠近我姐。抬走。小琪，我怎么动不了了？二小姐得罪了。你对他下了什么迷魂药？鬼臣，好深的算计。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二小姐，我是在救你，也是在救苏家。见真神而不实，你知道你刚刚差点错过多大的机缘吗？你还想糊弄我？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真神，就是一个装神弄鬼的淫贼。你，大小姐危在旦夕，你已经失去了理智判断。你仔细想想，刚才吴先生弹指间就定住你全身的大穴，放眼整个古武界，这个功力谁能做到？那孙教授可以吗？他除了会骗人、会撒谎，他还会干什么？那就算他武功厉害了一点，不代表他医术高超啊！他还那么年轻。眼见为实，那我们就亲眼去瞧瞧。不过你要答应我，不管看到什么都不准出声，否则我立刻打晕你。好，我答应你。
贼，他都流鼻血了。这一定是房间太燥热了。哎呀，上火上火，肯定是上火。欲除摄心意，必引鬼沉念，借此良机，封其神识，断其爪牙。你看到没有？以气御真，隔空刺穴，这才是真正的神乎其技。二小姐，我不允许再有人质疑吴先生，我小七第一个不答应。闭嘴，认真看。你终于来了。剑儿虽败，但也探出了你几分深浅，却不负重南无世之名。这次为你精心炮制的桃花萼，至阴至美，专破纯阳。不知道你这10来年的元阳道息，能否顶住这彻骨销魂的滋味？我很期待看到你道心崩碎、元阳尽泄的模样。养媚为炉，鬼臣好手段。媚又如何？苏婉又如何？我不过是仰慕郎君阳刚之气的痴心人儿罢了。郎君为阳，妾为阴，阴阳本阴相合。郎君不如与我共赴这巫山云雨。可惜你的魅惑之术对我无用。郎君好大的火气呀！不过你中计了。
过如此。什么重难功法，纯阳之体，在这至阴至邪的桃花萼面前，不堪一击。鸳鸯已破，道气崩坏，功力实不存疑。阿姨何在？去杀了他。是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记错人了，我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。你竟敢欺负我姐，这个淫贼！我杀了你！你别误会，听我解释，真是治疗意外。我意外你个头！杀了你！听我解释，这真是个治疗意外，治疗的时候出了点岔子。我这几十年的元瑶还便宜苏啊。他们都看见了，怎么办？你得了便宜还卖乖！你今天必须给我姐一个交代，不然我跟你不死不休！无名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你对得起高人这个称呼吗？我对你太失望了。淫贼，你说话呀！你没话可说了吧你？人呢？这个淫贼吃干抹净就想跑，小琪，天涯海角也要把他抓回来，千万不能便宜了他。好，走。不是我，那绝对不是我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是我呢？我怎么可能做出那么不知廉耻的事呢？对，都是梦，一定是幻觉。现实就是那个混蛋趁人之危，对，就是这个样子，是他趁人之危。那个天杀的混蛋，我苏婉发誓，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走，不是明哥。你走这么急干什么呀？哎呀，走吧，苏家有老虎吃人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苏家，你说母老虎啊？不是还要调查鬼城的线索吗？等苏安醒了再说吧，现在来不及了。哎，唱歌这么大声，苏小姐早就醒了。你这到底发生什么？快跟我说说啊，明哥。你不知道情况。站住！走走走。小琪，你找来的淫贼玷污了我姐，你怎么跟我姐交代？我也没有想到那个淫贼如此下作，是我识人不清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我知道他们两个的医馆在哪，现在就去找他们算账。行了，先回去看看我姐再说。走。可恶！我苏婉守身如玉28年，第一次居然就这样稀里糊涂给了一个才见过2次面的混蛋，还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。我要杀了他！我的近视，800多度的近视都好了，怎么回事？感觉全身都充满了力量。大小姐，对不起。姐，你醒了啊，姐，你看上去心情挺好的。状态不错。你有没有身上哪里不舒服啊？没有啊，怎么这么问？你再好好感受一下这个腿啊、腰啊、胸啊，
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或者哪里不痛？你怎么这么问啊？没有就好。不过我昏迷以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，现在醒来感觉舒服多了，想来是孙教授的医术起了作用。对，姐，我给你把个脉看看。姐姐既然不知道自己被这银仔给玷污了，这事儿就还是别告诉她了。被混蛋欺负的事儿，我得装着不知道，反正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知道。太糗了！哼，该死的无名！看来大小姐不知道自己被欺负了。二小姐的做法也不想让大小姐知道，那我的危机也就解除了。看大小姐的精气神比以前好多了，看来我们误会无名了。不过治疗就要睡觉嘛，真是闻所未闻。哎，算了，结局是好的就行。血如桃涌，脉若惊雷。姐，你这哪是人的脉象，简直是一头牛！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就是打个比喻，就是你的脉象十分强劲。姐，你怎么皮肤也变细腻了？你变漂亮了，变年轻了，姐。你能聚焦了？你现在不戴眼镜都能看清？我醒来以后，我的眼睛特别清晰，就连200米开外的小昆虫，我都能看见它腿上的绒毛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难道都是因为那个淫贼？看来他是真的有本事，不过品行也是真的败坏。姐，我也不知道，这个咱变好了不是好事吗？看来那个孙医生的医术真的了得，我要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老爷子。站住！你的账我还没跟你算，就想溜？什么账啊？我告诉你要远离无名，你非但不听，还把人给我带回来。我真是有苦难言。我带回来的无名，不是把你的病给你治好了吗？说吧，想要我怎么惩罚你？要不把你发配到非洲去挖矿？大小姐，这也太狠了吧！二小姐，你不给我求情，我就把他们睡觉的事说出来。姐，小琪姐的初衷也是为了你好，你能不能就放过她一次？行，下不为例。算了，再逼小琪她要把事捅破了，反而难看的是我。被那混蛋占了便宜，还要帮他掩盖。LV 最新款，5000啊5000！就你这造假的水平，糊弄乡下土包子还行，糊弄我们，哼！还有这劳力士，玻璃都舍不得用蓝宝石的。还有这盒西洋参，哟，一股子硫磺味儿，烂大街的这些货色，这就是你提亲的诚意？阿姨，这都是我花全部积蓄买的，你看，这是发票。放屁！你说你一个风里来雨里去臭跑外卖的，就算你不吃不喝10年，你也买不起这些东西。我女儿林品如，舞蹈学院的高材生，那追她的人从这都排到巴黎了。就凭你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我呸！爸，我和吴胖是真心相爱的，钱就那么重要吗？哎，爱能当饭吃，能当钱花，能给你买爱马仕铂金包，能让你爸的事业更上一层楼。看看，好好睁大眼睛看看，东川公子送的爱马仕、卡地亚，连狗窝都是 LV 定制的。
狗链子都比他的命值钱。叔叔阿姨，我吴胖保证以后跟品如在一起，我让你们住上大别墅，每天都吃山珍海味，开上劳斯莱斯。我要让品如成为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公主。品如，你就看看他这张嘴啊，满嘴跑火车，这吹牛都吹天上去了，天都给他吹塌了。就他这样，纯一个废物。叔叔阿姨，我是认真的，我不是吹牛。妙，妙，哎呦，太妙！东川公子，您可来了，来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东川公子，坐。本公子还很好奇，能让品如小姐放心安虚的是何等青年才智？没想到只是一只只会隐隐狂飞的卡巴狗啊！快给东川公子倒水。不去。林伯父、林伯母，大家都是明白人，我也就不绕圈子了。这辆最新款的法拉利 SF90，品如小姐非常适合你的气质。哎呦，这辆迈巴赫，伯父生意人，总要讲究一些体面。不好意思。伯母，这是云顶山庄最顶级的独栋别墅，占地3亩。哎呦，就看品如小姐只要点头嫁给我东川千一郎，那么这些就是林家的了。好，东川公子，你实在是太客气了。我做主，这门亲事我同意了，100个同意。我也同意了。你看我俩多有翁婿相。嚯，搞笑！现在都21世纪了，还包办婚姻？我们家品如的婚姻，她自己说了算，对吧，品如？没错，我的人生我自己做主。这门婚事，我答应了。Yeah. Yeah, 前路漫漫，我自不凡，中华风骨名不虚传。人心在手，不畏艰难，一身气场名不虚传。前路漫漫，我自不凡，中华风骨名不虚传。人心在手，不畏艰难，一身气场名不虚传。曾经被感情被当作小团，说我太天真，走不到顶端。冷嘲热讽，随便他们评判，我埋头修炼，把实力全部拉满。王位文界藏着千年的胆，就此浮上扛起人间的难。为人以这一生当作底线，不玩不愧，这是我的脸面。从低谷往上打破所有偏见，曾经小看我的，现在全部看见。不用谁来捧，不用谁来称赞，时间给我答案，我口念名不虚传。前路漫漫，我自不凡，中华风骨名不虚传。人心在手，不畏艰难，一身气场名不虚传。前路漫漫，我自不凡，中华风骨名不虚传。人心在手，不畏艰难，一身气场名不虚传。我守着初心，也握着勇敢，能抚平伤痛，也能护我河山。不玩虚的人设，不搞阴的盘算，真东西在身上，气质自带果断。善良不是软弱，是我最强悍的铠甲，骨气刻在骨子里，谁也别想压下。你敬我道义，我害你肝胆。你若来犯，那就别怪我太干。从无人相信到人人惊叹，用下动手画比语言更存在。真打在我身，大义在我肩，这一路走过来，我派的名不虚传。一的是伤痛，受的是假果，温柔给苍生，锋芒对险恶，受过多少冷眼，走过多少曲折，一身中华儿郎，从来不会褪色，不必张扬，不必多言，我站在这就是经典。前路漫漫，我自不凡，中华风骨名不虚传。人心在手，不畏艰难，一身气场名不虚传。前路漫漫，我自不凡，中华风骨名不虚传。人心在手，不畏艰难，一身气场名不虚传。